朗普俾伊朗激到爆晒粗咁失禮，冇計啦，因為佢跌咗落伊朗佈置嘅陷阱啊！美國東部時間4月5日，特朗普通過佢嘅社交媒體帳號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伊朗必須全面開放霍爾木茲海峽。Deadline 係美國東部時間嘅4月7日晚上8點。如果伊朗唔同意，就要炸佢哋嘅基礎設施，包括電廠、橋梁等等。關鍵係佢呢段聲明離譜到打晒人哋真主個朵不但止，仲激動到爆晒粗。哦，未散工就講粗口。佢呢段聲明完全冇一個超級大國嘅總統樣，更似係私人恩怨同埋個人情緒嘅發泄。就好似你同人哋嗌交嘅時候，話要問候人哋老母係一種語氣助詞，唔係真係上門去問候人哋老母噶嘛。不過我老母嘅講係好好啊。同你今次特朗普話要炸伊朗嘅電廠同埋橋梁，更似係一種發爛渣級別嘅威脅。因為根據國際法，打仗嘅時候主動攻擊民生設施係犯戰爭罪㗎。到時過2-3年佢落咗台之後，係會俾捉去海牙法庭度審佢1年半載啊！咁點解特朗普發晒爛渣咁失禮啊？因為佢搞唔掂伊朗，不但止，仲俾佢鏈住咗脈門。霍爾木茲海峽，家下伊朗唔單止話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仲話要收買路錢，每桶石油加收1蚊。關鍵係佢唔收美金，但係收人民幣噃。呢個消息出嚟之後，油價係漲咗啲。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大家諗翻轉頭，自從美伊開戰以嚟，油價從70蚊美金每桶漲到最高超過141美金每桶，足足翻咗1倍。如果每桶收翻1蚊美金，航路可以暢通，原油供應恢復，咁好快油價就會下跌，加1蚊好過翻1倍啊！其實咧，不知不覺間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呢個籌碼，伊朗已經令到特朗普跌入咗佢預設嘅陷阱。首先，伊朗放寬海峽嘅通行，市場情緒回落，油價下跌。油價一跌落，美國嘅壓力就冇咁大，又開始同以色列繼續打伊朗。伊朗一比打就會繼續封鎖海峽，然後油價狂飆，造成美國通脹經濟受挫。於是美國被迫同伊朗談判緩和市場情緒，然後伊朗又放下水俾啲油船通過。呢個死循環實際上就係由伊朗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構建嘅一個不能自拔嘅美國陷阱。而且社長粗略計算咗一下，今次戰爭伊朗嘅直接經濟損失大約係800至1200億美金，靠霍爾木茲海峽1美金每桶嘅收費，喺理想嘅情況下，大約2至3年就可以回本，以後每年可以淨賺730億美金，抵請阿特朗普飲茶啦。嗱，社長隱約覺得美伊戰爭快要收尾㗎啦，想知道佢哋嘅最終結局就記得關注社長啦。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